多谢嘉心，即摆疫情有较回，过来游览是愈来愈热，农村的旅行嘛是未歹的选择。台中市农业局甲旅行社业者合作，串联台中休闲农业资源甲在地产业，杀出5条农村游览路线。山城的路线呢是新社区其中之一，会顶伫在地游览佚佗、食香菇，即适合规个伙仔做出去佚佗。 对大张做花生花仔图，念出来作品，每一个人设计的拢无同，做出来作品拢真特别。这是新社昆南社区，嘛是一日旅游的头一站。其实可以发挥创意，不管是使用器皿、杯子啊、碗啊、盘子啊这样子的东西，还是说让它做成不规则的，像花器。来新社体验手工，体家己的旅行，炸一个礼物，阁会使食在地美食农产的香菇。以前侪香菇控出来火锅汤底一定爱啉。今年嘛登上必比登的美食。火锅的话哈，现在吃冬菇来炖鸡汤哈，那个味道会特别好。11月份的那个新鲜的巴西蘑菇出来，它有一股很香的杏仁味道，煮鸡汤的味道也更香哈。 台中市农业局和旅行社业者合作，串联台中休闲农业资源和在地产业，推出5条农村游程。山城的路线新社是其中之一，要带大家来耍台中的农村。生态保育的工作，也跟原民文化结合在一起了。我在这边呼吁大家，有空都来山城走一走。 全台各路长青，趁真凉的秋冬，到台中来耍农村，感受无同款的台湾风情。